人真自觉伫遮来敬拜上帝。顶礼拜煞颠倒落雨，真侪兄弟受阻挡，所以上帝今仔日用好的天气，互咱大家同心自觉，愿主亲自祝福咱今仔日的聚会，互咱所有的敬拜归荣光伫伊，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互阮做即个时阵同心自觉，又特别领受你恩典，也要来敬拜阿罗你，来领受你天顶来的祝福。愿主你亲自祝福，互阮知影你的话诚侪活命的美娘，互阮得到快乐甲信心。愿你的话诚侪阮的帮赞，日日所行的准进。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今日咱要三角分享基督徒的自我形象。这个主题咱分几摆做伙来学习吼。咱拄则有读3位的诗篇有一位诗篇，搁一位美德真书，咱等下会当来做复习啦吼。咱在座兄弟姊妹有真侪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有真侪是对细汉就来教会。当咱假做一个基督徒，你家己自认为你的身份是甚物？你到底甲一般伫社会的百姓但讲人来来去去，遮个人到底有甚物差别无？有时咱感觉即个都毋免问，毋过有时你家己问的时阵，你对家己自我的了解检测有一寡所在你无去注意到。今仔日牧师要用圣经的话，甲咱来学习提醒即个足基本上关键的部分，就是基督徒的自我形象，你安怎认定，安怎身份安尼吼但先咱了解。一个基本的特长就是，基督徒有尊贵的身份。你有家己即款的认知无？第一，咱是受主耶稣保护、所赎回的性命，是珍贵的，是付出代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有上帝的形象，咱是上帝的囝儿，是伊的囝。毋是伊养的，也毋是对外面捡来，是真真正正是伊的囝儿。第三，咱诚侪伊的囝儿带着使命，就是咱受呼召做上帝的使者，咱负责有传福音的任务。这也就是咱教会，咱这几年咱。有形的组织，亲像幸福小组；无形的咱鼓励会友去招呼、引带你的朋友、亲情、你的同事你的厝边来认识上帝、传福音的任务。这个咱基本上是知啦，但是知要安怎真正深深定根伫咱的心内。这咱都要有真好的准备，因为咱。活伫即个俗世的世界，意思是，那基本上，咱应该是逐个人拢即款身份，毋免阁讲真清楚。但是因为咱即个世俗所压迫，即个俗世世界带来即个负面的影响就对啦。你有形无形你拢互污染去，观念受污染，你的想法、你的态度受污染。所以大概是这几方面，咱看一下就知影，这个俗世文化甲价值观的污染。咱台湾的社会真侪流行的想法，也是大家感觉理所当然的事，嘛影响到咱大家。另外一个是迄个黑暗势力的搅扰，常常受到影响，互咱无迄个决心，也是无迄个气力来行出基督徒的身份。搁较一项，因为咱还阁是属于有罪的身份，意思是咱有迄个认知，咱是受拯救的、受救赎的，但是迄个血的内底，有原是迄个性格上的缺陷，也是心灵上，即个内在外在，像咱头前即两项俗世文化，也是黑暗关系，甲咱搅扰，所以互咱迄个原来是属于上帝囝儿迄个高贵的身份，煞受污染去啊。有时认为讲我就破就安尼尔，无啥物差别，甲一般的人无啥物差别。即个
这个影响就是因为咱人伫罪的光景中啦，咱人是伫有罪的光景中，所以在咱俗世的世界顶面，当咱要认知家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常常有真多的污染、搅扰，啊，甚至有人甲伊称呼讲，咱去染到迄个致命，就是讲哇，迄危险，迄个属灵的病，迄个属灵的病。啊，所以什么叫做属灵的病呢？就是咱内心常常有意无意，也是唔知影、不自知的对啦，引起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当你有负面的自我形象时，你唔敢甲人讲，我是基督徒。你伫负面的形象的时，你唔敢甲人讲我要为主做见证。你有负面的形象，你会想讲，哎哟，大家要食饭吼，我祈祷甲人足见笑，足歹势，因为你基本上你就对家己基督徒的迄个身份无够自信嘛。啊，然后安尼，咱伫社会、咱伫生活中，迄款负面的形象会影响咱的思想，会影响咱的行为来产生安尼，因为咱伫罪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因为两边的大战。引起整个欧洲的社会，迄个整个的思想产生真大的冲击啦。因为人竟然有遐尼严重的破坏性，用战争互遮侪人来死失，所以迄阵有足流行的一种思想，叫做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啊，存在主义，那简单讲就是讲，好亲像。咧描述人吼，敢像一个伫绝望的中间就对。人类伫罪的中间，伫绝望中，感觉过是无意义的生活。啊，所以真侪存在主义的即个哲学家也好，神学家，咧甲人讲咱人吼无效啦，犯罪搁再犯罪，做歹搁再做歹，对落搁再对落。啊，所以出名的。存在主义的神学家叫做齐克果，伊讲一句话，伊讲吼，迄个致死的疾病，就是讲迄个会防死的疾病是甚物病呢？毋是咱身躯的细胞毋好，还是讲咱染着甚物细菌？伊讲是绝望啦，绝望会变做致死的疾病安尼。一个出名法国的即个思想家叫做卡缪，伊有写一本册叫做《异乡人》。伊伫个册有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伊讲人生无啥物意义啦吼。啊，这宇宙嘛，足无啥物合理就对啦，拢是较负面的话。啊，这个充满伫即个差不多战争后壁二次大战遐个时间，咱知迄个时代，即个存在主义，差不多比牧师较侪岁，这个年纪吼，真侪人足爱读个存在主义的小说啦，存在主义的册，因为人真苦闷就对啦，无出路。上会当描述到人伫绝望的境界的下面，就是伫创世纪3章17到19节，就是讲，甲即个原始人的无意义，还是讲无愿望的状况，就是亚当犯罪受赶出龙迄个状况。这个状况吼，伊安尼写，主上帝对亚当讲。你既然听趁你的母的话，食我吩咐你，毋通食迄丛树的果子，所以土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着一世人劳苦，才会当对土地得到食物。土地要因为你发气魄，甲一个，你要食野地的菜色，你着。汗流满面才有通食，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捏造的，你本是土粉，嘛要归入土粉。上帝一个宣告，人类的状况就是变成即款劳苦、流汗，要变土粉。这是上帝宣告人类因为罪所带来。这个绝望的情景，就是一直一代一代伫人类的社会中间。所以对亚当犯罪对落以来，人类亲像讲，互迄个罪的病毒所感染，所来合制安尼就对。
啊，这是咱简单讲起来，迄个描述人类的状况。啊，有人甲伊归纳起来，就是讲人类所带来治疗即款疾病吼，啊，即个罪病毒，伫咱人类的社会，什么款的产生，什么款的现象，大概有即几项，就是讲，好像即个罪病毒，互人中毒啦。中毒的意思就是讲，人有迄个无好的习惯，伊感觉讲我拍拼嘛无路用啦，啊，所以一寡歹的习惯就养成啊，互做迄个歹的部分来捆绑，有情欲的捆绑，甚至搁较对落，也是讲无够意志力的，就变做食毒、跋筊、啉酒，啊受即个物质的欲望所绑控制，迄叫做一种中毒的自我形象。这是人类普遍的现象。第二种现象是，感觉啊，我是不幸的现象，不幸的自我形象，感觉家己吼一无是处，啊，无值得人疼。特别咱若注意看到一寡啊心理学家，也是社会家研究，咱人对细汉伫家庭成长，迄受家庭也是你的环境影响有够大。咱看去社会有真侪后来变做是啊杀人犯的吼，也是违反社会迄款性格的。咱甲查落去，才知影讲啊，因为细汉成长无幸福嘛，也是讲活伫单亲的家庭，活伫无完整的家庭，也是家暴的家庭，啊，所以就引起因对即个社会的一个厌恶，甚至后来发生真侪攻击的案件，拢是因为安尼，感觉伊是不幸的，啊，无人听我，啊，所以伊对人拢有种敌视的心情。第三就是咱常常会拄到，就是有迄个病痛、患病迄款的自我形象。你惊吓，你想讲吼，这也毋知食这会引起安怎？啊，这个环境会安怎？啊，我会拄着什么款病症无？常常家己真惊吓，就是讲无迄个意志力，来勇敢宣告讲，我是受圣神照顾的身体，常常有迄款肉体病痛，迄款的无意志力的。佮最后一项是失败的自我形象，感觉讲啊，我较拍拼都无效啦吼。迄个丧香的灵伫咱人的中间，人讲自我自行残碎迄种意思。啊，别人吼，安尼遐尼啊，经济遐尼好，享受我无我的份啦，无路用啦。有人去考察吼，即款的国家，讲伫南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做智利吼，智利即个国家，这智利国家足趣味，伊就是一个安第斯山吼的西边啊，规蛇长一个国家长就对啦吼，哦，像一尾蛇安尼啊。有人甲考察讲，即个智利吼，即个国家的人民吼，拢真丧香，啊，真歹过日，因为较早是受欧洲的殖民嘛吼，啊，伫迄个所在呢，真侪的百姓感觉无有任何的自信。啊，人考察讲，原来即个智利吼，因的铜矿啊是足丰富的，迄若要开采吼，开采袂了啦。但是一般拢感觉因非常的丧香。啊，无有甚物款的发展，啊，甚至定定发生政治方面的变动。另外一个国家嘛是南美洲的巴拉圭，这个巴拉圭吼，听讲因满山遍野吼，拢有迄款一种亲像咱台湾的番薯吼，迄款的食物啦，就是迄根吼沤起来，拢会当做三顿来食的。啊，有人家称呼讲这是吼巴拉圭的玛纳，因为吼迄个。根若沤起来，你若无随食，过一两工就歹去啊，袂食一啦。啊，人家伊靠这迄玛纳，但是遮尔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巴拉圭这个国家嘛，定定有迄款的变乱，也是讲迄个无有迄个自信。
事实，即款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自我形象。咱莫讲别人，咱台湾有诶时阵是安尼呢。咱知影讲，咱台湾都对38年了后，吼，台湾的社会煞变做互国际所孤立起来。所以咱台湾人，我感觉讲，咱国际吼，咱头入袂起。吼，人问讲你倒位来，拢歹势讲。想讲你台湾看做台湾比做泰国，台湾比泰兰安尼。有一段时间，你会记咱细汉的时阵，定来看迄个少棒队去美国拍冠军有无？哦，大家足欢喜，因为吼，感觉讲哦，足郁卒的看到咱拍冠军吼，心内有够爽快，就甲透棒安尼。台湾人一段时间是真正头壳举袂起来，因为咱受国际歧视，搁受中国的压制。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来，大家感觉讲出去外面吼，人看到你是台湾的护照，甲你讲，哇，你台湾来哦，我说眼光无相像安尼，对毋对？去日本搁较无共款，人看到咱台湾来吼，加我甲咱感谢的。所以台湾人的形象，特别是疫情了后吼，搁台湾加上这高科技对世界影响，哇，不得了！你看世界各国开始咧对咱台湾重视啊，吼，在替咱讲话啊。你敢毋是讲，咱有时咱感觉咱台湾吼，都也无啥物物产啦，吼，伫世界输人啦，迄款的自我形象，常常嘛是伫咱迄个失败的观念的中间。所以今仔日，当咱知影即个普遍，咱有可能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即款的影响，但是咱更较重要的是讲，咱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咱一代、两代、三代的基督徒，你无甲迄个上基本自我形象建立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我虽然对人来教会礼拜，我咧吟诗学乐，但是好像就无去摕到迄个上重要。咱讲，咱的基督徒上重要迄个基本迄个武器。有时咱台湾话吼，真侪迄个话咧，甲咱提醒啦吼。有人讲吼。哎哟，这半信兄吼，半信兄，有来礼拜，到底内底道理捌偌济毋知，吼，叫做半信兄。嘛，另外一种话叫做道理精。吼，你叫伊讲道理哦，讲比牧师较高，但是行为讲话行做，无感觉伊是基督徒。所以较早吼，咱是大人来讲囡仔读册无认真吼，讲你甲读册读加只拼安尼吼。咱基督徒千万毋通讲，哎哟，甲咱圣经排咧较只拼咧。这个是咧，我想这个话是咧甲咱刺激讲，你到底有真正重视你家己基督徒的身份无？所以要甲咱三甲勉励，就是讲，上帝赐予咱这个宝贵的礼物，就是新的生命的自我形象，咱来甲伊克掉咧。咱即马有咧做文图学校，头一期的，就是拢总17课，都是咧甲咱讲即个。所以你若有上过即个课，你就知影牧师咧讲，我了解。因为即个就是基督徒上基本的自我身份的认定就对啦。所以这个新生命的自我形象呢，咱若对这个话了解，咱就要好好来接受。开宗明义，保罗的宣告，咱熟悉的经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讲，无论什么人，一旦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现在台语，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这是基督徒开宗明义讲，你是毋是有新创造的人？你是毋是一个有得到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先自我认定了后，你就知影讲，以前迄个罪属乎罪颠盘的我，已经毋是，无过再是我。咱最近在幸福小组的时阵，有真侪咱的这信息分享的同工，拢一直咧强调这个圣经节。尼什么意思？咱基督徒甲社会一般的人，逐个人拢嘛是，若讲身体状况，逐个嘛讲同款意思啊。但是差别是差伫遮，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无？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
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的有一款的理解，就是对箴言4章23节讲的，讲你着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发出。什么意思呢？箴言这节经节，就是咧甲咱讲啊，原来吼，我是基督徒，啊你毋是，也是一般的人的中间，到底差别伫倒位啦？吼，你食饭我嘛食饭啊，你穿插我嘛穿插，台湾人行出去送无共款，差不多，但是差别伫，因为你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对心来发出。我真爱这段格言啦，吼，这段话嘛是甲箴言共有意思的。伊讲小心你的思想，因为因会成做你的言辞；小心你的言辞，因为因会成做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因会成做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伊会成做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因会成做你的命运。兄弟姊妹，咱若这话吼，无一定全部拢记啦，但是你注意来看，小心你的思想。基督徒的思想若偏差，若无清楚，若无甲圣经相结连，你后壁会发展就会有偏差哦，迄路就无共款啊。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来坚定咱家己的形象。伫主耶稣内面，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基督徒的新的自我形象，伊是讲本来是犯罪，是不义的，是歹的，是受绑杀迄个老的我，因为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赦免，并且被称罪义。这好像就老掉牙的话，但是却是上基本上要紧。咱拄则有做伙坐念使徒圣经，咱咧上文道学校，就是一直咧甲咱强调，你要有这款的思想。现在咱来讲强调呢，因为咱人活伫这个三度空间的世界，三度空间就是讲，咱都徛伫台湾这个社会，你我大家拢共款，你爱去买菜，我嘛爱买菜；你读册，我嘛爱读册。交通骑车，开车，大家拢做伙共款嘛。伊做伙共款的中间互相的影响。但是基督徒爱加上一个新的规律，是主耶稣基督迄个灵性的规律、属灵的世界的规律，影响我这个俗世世界的人。三度空间，你我大家拢共款，无共款的是，我有上帝灵伫我中间，有圣神伫我的中间，有迄个属灵的世界在影响我，在指导我的人生。这就是基督徒自我形象上重要的来源。咱伫世上受到藐视、卑微的人，会因为甲主耶稣相结连，来产生生命的转变啦。意思是讲，你我大家拢伫俗世的世界，有罪，你有罪，我有罪，大家拢有罪。但是，敢若差别是伫因为，咱原来是受绑杀的，总是因为咱甲耶稣结连。请记哩，甲耶稣结连都无共款啊。有几项事例真趣味啦吼。这个是美国的过去的总统叫做甘乃迪真出名，因为伊少年还佫烟斗所以做总统的时像明星共款。伊选着总统就任啦吼，就任伊用手写一张稿得讲稿，因后来伊互暗杀嘛拍死。一张讲稿吼，怎互人家留起来，去拍卖啦？拍卖啥啦？卖出134500块美金。意思是讲吼，就这个出名的总统所手写的这张纸吼，你嘛咧涂鸦，我嘛咧涂鸦，咱纸要互人无爱滴咧，人这张纸卖10几万美金。咱真出名的这个西班牙的画家吼，毕卡索。伊用5分钟简单画一个素描，像囡仔涂鸦安尼啦。但是用一栋楼仔厝的价钱卖出去。我讲这个意思是，互咱想讲，白白咧画图，白咧写字，啥啦？
即款人出来就无共款，价值会无共款。啊，我上轰动的例子，大谷翔平。哦，即礼拜大家讲全世界啦，爱运动的人拢感觉讲真出名即个人。因为伊是日本的安尼超级巨星的对啦，棒球巨星安尼。若讲外涵的，你敢知？伊顶礼拜讲50粒全垒打，50支全垒打迄粒球互扣着哦，扣着尔，迄粒球，即阵已经竞标105万美金啊！迄粒球哦，若工厂做出来一粒，价价1000块好无？但是因为互伊讲出去，互人扣着，要竞标，有一个日本人讲，即粒球我一定要甲买起来，买转来咱台湾，买来咱日本，啊无就送互即个大谷翔平，因为讲50支的全垒打。啊，甚至伊即马所属的球队啊，迄个道奇啊，因甲球场即个大谷翔平走4垒的迄骹打着的图挖起来要卖呢，一分4766块。兄弟姊妹，你讲哎哟，哪会遐含呢？啊，人就是有人要买啊。安尼什么意思？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讲，咱基督徒的性命，若甲即个有气力的人做伙，咱就变做高贵的性命。而且毋是俗世的人，是咱的主耶稣。有一个小故事啦价值差异的故事，嘛咧讲这样事。讲你甲啥人白做伙真重要，你甲啥人白做伙真重要。即句话安尼讲伊讲一枝稻草，等伫街路就是粪扫，但是即枝稻草白一捆白菜。就是白菜的价值。你若即球稻草去拔大闸蟹，咱食秋天到啊，大闸蟹开始咧卖啊，哇！你就是大闸蟹的价值。安尼什么意思呢？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讲，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一枝稻草，但是我是要挖耶稣呢？甲耶稣做伙，迄个珍贵就出来啊！若无采你信耶稣，安尼就对。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赐予咱健康的自我形象，是你内心接受主耶稣，已经担当着咱的疾病所受的鞭伤、鞭拍，承受健康医治的信心甲自我形象。咱讲迄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中间一个是，我有迄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知影我属即个肉体的世界，有可能所食、所生活的环境会致到有疾病。但是我无安尼来累积，我有迄个信心，知影我是属主健康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小等的讲道煞，咱有要做一个医治的祈祷，牧师要借这个机会，甲咱强调，毋是讲哇，什么人甲你祈祷就有效，这是上帝的气力。但是你爱先有迄个自我形象，讲我伫主的面前是要得到医治的。迄个原来无应该有的疾病，上帝要甲我刷开的，就亲像讲，我知影耶稣一定替我担当迄个罪，迄个伊为着我受鞭拍。你有迄个信心，行来到头前，甚至你家己做祈祷拢会使成。这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一个概念马太福音8章17节讲，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伊代替我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台语的圣经咱家己来看，伊个念较顺啦。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承担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病痛。第二位，佮甲咱强调《彼得前书》2章24节，今日所读的圣经基督亲自甲咱的罪带到十字架顶，互咱无搁再生活伫罪中，只为公义来活。对伊所受的创伤，咱得到医治。现在台语讲，这是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讲的话，伊承受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伫遮第以弗所2章6节，上帝已经互咱伫基督耶稣的生命军队，甲伊做伙国我，做伙伫天顶掌权。这是一再这个经节的印证，讲咱是受主耶稣所
救赎的，所救赎的。有两个小故事咧，甲咱讲迄个差别吼。一个故事叫做狐假虎威啦，一个故事叫做老鹰与小鸡安尼吼。这故事是咧，互咱印证今仔日的主题。狐假虎威，简单讲是讲，一只狐狸吼，无细字啊，去互一只足凶猛的虎甲缀掉的啊，压掉的啊。哇！这狐狸吼，狐狸甲迄个虎的重量差介多啊，命在旦夕。但是咱知影讲狐狸足巧，伊突然间讲，你坎咧吼，你也敢甲我食？你知影吼，我是迄个创造主吼，互我，迄是万王之王的囝咧，你哪会敢甲我食？毋信吼，你缀我行看觅咧。咱规个树林，你缀我行，看有人会看到我的身份无？这虎吼，猛是猛哦，头壳定顿啊！伊讲，无你手看觅来。做只狐狸就行头前，伊只虎对后壁。所有看到因的遐个小动物啦，遐个鹿仔啦，拢走啊，人讲离虎骹去啊！这狐狸甲伊讲，你看。好佳哉，你无甲我食呢？若食吼，你就真惨啊！你互迄个创造的主甲你刑罚呢？迄只吼真正点头讲好，做你去安尼。这就叫做狐假虎威的意思啦。但是咱知影讲，狐狸是巧，但是伊根本都毋是迄个身份嘛。原来是遐个动物会惊甲四界走，就是后壁迄只虎伫遐，看到虎咧惊咧，毋是看到狐狸咧惊咧。这是一个假借身份的。但是另外一种身份的认定，就是咱讲迄个老鹰甲小鸡的故事吼。这是咱童话故事啦吼，狐假虎威吼，哇！大家看到只老虎拢走啊，毋知人去安尼。讲这老鹰甲小鸡吼，小简单的故事吼，就是咧讲一个囡仔吼，安尼真活泼，伊走去树林内底，去捡到一粒卵啦。捡到一粒卵，上这粒卵吼，介先吼，安尼要食无菜，无来甲补看觅咧，就甲捡转来厝，拄好因兜的家母吼，拄咧补卵，伊就当家母吼走出去外口食物件的时候，甲迄粒卵放落迄个树内底，互家做伙来甲补，迄个家母来做伙来甲补安尼，补起来讲，这个卵拢迄个鸡仔拢出来啊吼！迄粒卵吼，无共款的，原来是一只老鹰啦，老鹰的卵。孵出来了，这只小老鹰吼嘛，甲只鸡仔囝走去外口的粪扫，伫遐咧捅虫啦，捅食遐树籽啦，遐个物件咧食。当一只老鹰吼对空中飞来的时阵哇！这只家母讲，紧的眯起来哦！所以遐鸡仔囝这只小老鹰嘛，赶紧眯起来。但是这只小老鹰吼，看着讲，哎哟，竟然吼有迄只我会当飞伫空中呢。若我会当安尼，毋知要偌好吧？伊个鸡仔的兄弟姊妹讲，你莫戆啦，咱就是咧冰土的，咧食虫的啦，毋通对人去飞啦，安尼。等只老鹰讲，迄只小鹰讲奇怪，人会飞，我嘛要来飞看觅咧。就真正跳去迄个一个悬的所在，越风。哇！经过几遍吼，伊飞起来啊。到后来伊也知影讲，伊毋是鸡啊，伊是老鹰。这可能什么意思？讲本来伊有迄款的本质，但是伊无认为家己是，伊认为家己是鸡啊。这是咧，互咱知影讲，咱人的身份。真重要，自我身份真重要。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讲，咱无搁再沉溺伫过去负面的自我形象。因为诗篇103篇，拄则咱读的经节，真清楚咧甲咱描述，讲上主用种水的米来满足咱，互咱青春常驻，健壮亲像鹰鸟。咱这个经节，咱搁来复习一下。103篇1-50讲。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就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性命。心神来全部吼，
是安那我爱学了，我爱感谢呢。第二节开始讲，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毋通袂记咧伊找用的运费。三节讲，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一切病，这是第一个恩典。第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甲仁爱做花冠来赐予你。第五节，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遐尼勇壮。咱基督徒就是爱有即款自我认知，讲我就亲像诗篇103篇，上帝所予我迄个形象，我是受拣选的，我是受医治的，我是受祝福的，我是脱离死亡的，我是要复活少年，亲像鹰鸟的。所以兄弟姊妹，无说用这个甲咱三甲勉励，有想讲，这个好像就是基本的道理，但是咱行了信主一代、两代、三代，咱袂记我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鸡啊。你也家己自我伫祈祷中、伫生活中，甲常常甲主讲主啊，我是你用重价所赎回主你的百姓。所以兄弟姊妹，咱用上帝所赐予咱新的身份来生活。第一个就是迎接新的身份甲新的生命，咱爱常常提醒家己，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家己。我是受赎的身份，毋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对属灵的世界来拯救我这个三度空间迄个软弱的肉体，也是身份。第二，接纳佮疼惜透过基督宝血得救的家己，用家己自我新的形象来生活。咱知影讲，咱世间人吼，当你家己知影讲，我是伫主的内面是独一无二的，你才会感觉讲你是受重视的。像咱台湾人，即马家己感觉讲行路有风呢。出外吼，出国护照拢感觉来电拢毋惊，因为知影人甲咱欢迎。咱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啦。咱知咱逐个人吼，5支枕头啊，这指纹哦，竟然几啊10亿个人无一个共款。你会感觉讲上帝创造奥妙甲连指纹啊，甲你用无共款吗？啊，佫较毋免讲，咱讲目睭的虹膜嘛是共款。迄是独一无二，迄是上独特的。当你家己有自我即款身份认定的时，你才会当感觉讲安尼心智足坚定，无佫感觉家己是软弱的。第三，咱家己自我形象甲上帝观念是一致的，意思讲我看家己甲上帝看我是共款的。兄弟姊妹，咱千万毋通佫认为讲啊，我著礼拜日结来做一个礼拜安尼啦吼，啊转去就共款啦。佫恢复原状啊！请你记得，伫你的生命中，你的自我形象甲上帝是一致的，你才会当用上帝疼家己，活伫幸福的生命中间。咱后礼拜会当佫进一步来甲咱分享讲安怎来行出这个自我形象属于上帝恩典的自我形象。咱这个时阵先做一个祈祷，然后要吟首回应诗。了后，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你有一款对上帝来得到医治恩典的观点，来到主面前，大家同心要为你来祈祷。吼，咱来先祈祷再来吟这首祈祷的诗，咱参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知影，阮对亚当夏娃犯罪了后，是进入到一个赎罪的世界。阮亲像去感染到迄个罪的基因，无法度人家己来拯救。但是主耶稣，你已经2000年前用宝血赎回阮啊，所以阮要勇敢壮大宣告讲，阮是主你赎回的囝子，是荣耀的身份，是赎囝的身份，是要健康活伫荣耀中的身份。基督徒的自我形象是上帝所祝福的。帮助阮因为这款的形象，阮勇敢壮大，向人做见证，知影阮的无共款，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你，我要同心为着需要的兄弟来祝福祈祷。愿主你也将这款的祝福赏赐伫阮中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要来吟这首医治的诗歌，伫咧
임시的中间，我要邀请咱勇敢，其实你宣告讲，我是上帝所属会，我要有健康对主来的恩典，所以咱无论是你肉体有病。